群的文化故事。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我们首先要去拜访的是蔡新明老师。蔡新明是阿美族人，他在退休之后投入了现在在校园当中的阿美族族语教学工作，并且还编纂了华语和阿美族语可以互相对照的词典。他为什么会编纂这些词典？这其中又经历了哪一些过程呢？我们一起来听他怎么说。教室里正带着学生唱歌学母语的老师，昵称萨西米，汉语的名字叫做蔡新明。蔡新明是获得族语能力认证通过的阿美族语老师，而最近他还多了一个新的身份，他策划主编了阿美族语词典。2007年9月，2本厚厚的双语对照词典同时出版。蔡新明说，他希望这套工具书能够有助于阿美族族语的传承。蔡新明抱着疼爱的小孙子，这是一个十足的阿美族家庭。做那个我马吉耶，预备唱。蛤蟆跟你打，我马吉耶。蛤蟆跟你打，我马。蛤蟆跟你打，我马吉耶。蛤蟆跟你打，我马。啊？怎么这样？指挥呢？指挥啊！像很多居住在高雄市的原住民朋友一样，蔡新明也是因为工作求职的缘故，从家乡台东移居到高雄。之前担任公车的驾驶员，对于族语和华语之间的表达对照有特别的兴趣。因为我本身在教会可能算是比较特殊一点点哈，因为虽然是我年龄也不是很大，但是也不小了哈今年已经57岁了因为我在10几岁就开始做翻译的一个工作但是不是在编辑的翻译，只有在说话的那种翻译长时间都在教会担任口译，退休之后，蔡新明开始全心投入校园里头的族语教学工作。2001年通过阿美族语支援教师的认证，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排满了教学课程。当然，起初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很简单嘛，因为国小、国中，他一定从这个发音开始就 ABCD， 就等于是我们说 A， 就是我们阿美就是。从这边开始发音这个比较简单一点。15万这样15万。阿美族最多的分布在哪边？在台东花莲。对阿美族自称自己是什么？叫什么？我阿美斯嘎古。对面对小朋友，要以活泼趣味的方式引导他们认同传统文化，而年岁大一点的学生，除了生动和生活化之外，在语文传授方面也要更有深度。我们叫达达里干，叫阿苏路，阿苏路是以前是用石头做的现在目前石头可能找不到就是用这木头，这叫阿苏路，达达里干。把那个糯米饭煮好的就摆在这边，然后就打。但是一个人打大概不好打，要2个人，因为你打了会粘这样拉上来的时候会粘起来嘛，对不对？粘起来，然后另外一边的人就这样打，然后就你拉上来的时候会粘起来，然后另外的一个人在打的时候就会掉下来，他一拉我也给他打下去。我们阿美族是比较大的一个族群，本来是有18万，不过我们本来是有6个方言，有一个萨基拉雅现在已经分家了，因为跟我们这个差太多了。如果说10句有3句不太一样，所以很困难跟这个萨基拉雅在一起。那我们现在目前是5个方言一起教，有恒尊、马兰、北部、中部、海岸阿美。不过我本身是海岸阿美。
恒春、马兰、北部、中部以及海岸阿美，这是目前学界研究或者是主流教材所区分出来的阿美族族语中的5大方言区。说我们那个薏米的话，我们海岸说阿里奈，北部这边叫巴萨卡，巴萨卡又是美国人因为是薏米是从美国来的，他们叫巴萨卡我们叫这个海岸的这个地方是阿里奈。这个恒春叫哈姆利嘎，很像口琴那样。今天的课程是族语认证班，老师正为学生来个考前冲刺，黑板上写着密密麻麻的模拟考题，而为了让学生回家也可以不断的重复练习，蔡新明还为大家准备了课程的录影资料。毕竟语言还是要一听再听，并且融入到生活中才能够学得好。课程上了一个段落，接下来蔡新明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轻松的学习时间。飞机是什么？黑锅机，黑锅机就是外来语，就是日本话黑锅机因为我们是阿美族，没有钱最穷的就是骑单车闽南人呢比我们有钱，养到拜那是50年前的但是现在阿美族有没有摩托车？有。有没有汽车？有。会不会开飞机？会。那个刘美老师一个排湾族有没有？排湾族的老师。白浪滔滔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曲子，现在改填上阿美族语的歌词。因为我们阿美话有3个发不出来的音比较难，第一个就是用鼻音还有那个我们这我们叫因为我们常常会讲那个海就会讲还有那个沙凳那个低我们叫没有发出的声音，把舌头摆在中间，声音摆在旁边这个学生这个3个音比较难。这个像摩托车一样的声音，对于不熟悉母语的阿美族小朋友来说，还真的需要好好练习才能够发音正确。在教学工作中，蔡新明运用各种的教学方法，协助学生学习族语，但他也发现现有的族语资料不足，老师备课十分不便。开始其实就是跟其他老师一样都必须要经过母语认证通过的，然后再经过我们评审委员觉得说这个如果进到我们的小学里面来带领小朋友的话，他的这个就说他的整个人格的这个的部分就说他让人家觉得他是有一个有水准这样我们才会录取这样。那他其实跟其他的一样这样但是呢，他最可贵的地方就是说他在这个教学之中，他自己去发现到说他必须要去把那些智慧把它通通把它集在一起，这样对他的教学呢，他会比较有帮助这样，而且对学生的学习呢也会比较有那个效果这样。目前原住民族的族语主要是采用罗马拼音来标定读音。蔡新明以教育部和原民会共同颁定的这一套发音表作为基本符号，展开一连串密集的田野调查。他听了许多由族语发音的牧师传道录音，同时也把自己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都请出来，为的就是要好好整理阿美族族语的常用语汇。我们有很多方法，比如说现在刚好跟人家聊天，发现到这句话我从来没听过，而且很有意思我就简单就拿一张纸就装在口袋里面如果说真的是去实际去访问的时候，我们就带一本书一本簿子那就慢慢的记录，然后再拿一个录音带就给它录起来。一本一本整齐的表格和笔记，对蔡新明来说，其实用笔记录要比使用电脑容易得多。但是为了将资料出版，他在键盘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慢慢敲，而在编辑的期间，还发生了电脑里头的资料被儿子不小心删除的意外。太太说起这段过程还记忆犹新。
心脏病会发作，我一直安慰他，可是他没有办法安慰不起来，因为他写的书全部把小孩子都给他洗掉，不小心呢。蓝色这本是以华语来查找阿美族语，以汉字的部首编列索引，方便年轻的学生学族语。另外，黄色这一册则是以阿美族语来对照华语，透过罗马拼音来检索，族人也可以借由词典对照两种不同语言的说法。捧着厚厚2大册新写的结晶，蔡新明的族语调查和编辑计划欲罢不能。其实现在的那个汉名的地名也都是从原住民的这音调来出的不过有现代的汉名的那个地名我要把一个部落或是一个河一条河就有原住民的名称它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有些人刚好在做这个桥梁的时候，那个人死掉了，就把原住民那个名字就挂上去。考证和阿美族相关的人名与地名的由来，接着要整理族语中外来语的用法，甚至还希望可以编纂电子书，让所有有心想要学习阿美族语的人都可以透过数位资料库来查询，并且立即听到读音。蔡新明细数接下来的出版构想，而工作室里头越积越多的采集资料，是伟大的梦想最扎实的厚度。把母语文化的传承当成是自己的使命，这是蔡新明的故事。而接下来在第2个